桌顶上每一个食客看起来拢相当的水甲美味，实在无简单。因为今年年菜气候因素影响受损，加上最近风台甲大雨，互今年规年的食客减产超过60%，所以每一个会当尝试的食客拢特别珍贵。这一次归仁的释迦虽然受到台风的影响但是我们的释迦都很经营释迦一点3天，我相信我们的释迦楼会把最好的释迦拿出来跟大家做分享。尽管产量大大减少，但规仁区农会也持续推展适客产业，结合在地济农地产品。16号要伫咧规仁文化中心举办适客节活动。咱规仁的农产品呢，第一，咱呢有适客，适客是咱高经济作物，这每一个农民，阮拢有辅导伊用 QR code，配合农粮署的辅导，过来就是咱有大颗的。绿竹笋熟的过来就是咱大潭那边还有一个活水菱角目前嘛是盛产当中啦过来就是咱的蜂蜜咱规仁农会有咱的蜂蜜的产销班咱有伫台南市比赛有6个蜂农拢得到头奖甲咱的得奖。记者会上看到适客、菱角、鲜米以及素食等，拢会伫适客节当天适当贩售，还有得奖蜂农以及意式冰淇淋业者家己生产优质产品。释迦节的活动，我们特别定制了2款释迦有关的冰淇淋，一款是纯释迦的雪酪，然后灌牛奶，完全就是释迦的果肉。所以它的释迦风味表现会比较强烈。那另外一款是我们把它做成释迦的调酒，里面有释迦酒、罗勒，然后还有我们的原本释迦果肉。2025规仁适客节当天，除了有精彩表演甲互动游戏外，还有60几担台南各区农特产品等，想要采购当地的适客，现场嘛有展售，乡亲千万把握这次的机会。但是新闻张秀仪采访报道。